日我想来开场来介绍一个，今仔日个主讲人啊，何顺是我的大学的同学，啊是足熟个啦，嘛拄好伫台大训练结束，共一年就来婚林遮佮继续做主治医生啊，我是小儿科，伊就是神经外科，阮两个人嘛足拄好诶，就是共一年生大汉的囝，啊，佮细汉的嘛是共一年，所以即马拢是两个囝的阿爸啊，也是拢两个家庭拢是台语家庭，所以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就是双语囡仔的大脑发展。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双语囡仔的大脑发展。我的名叫做柯和顺。今仔日对即个神经科学的即个角度来甲大家讨论甲分享，阮用即个双语的教育的方式来安怎来影响咱的囡仔的即个大脑的发展。有一寡迄个研究会当甲大家来分享一下。一开始我搁自我介绍一下咯吼，我是一个华语的囡仔，就是细汉拢是完全是讲台语，会当听会晓听，但是我袂晓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伫差不多7年前开始为一个华语的教会来到婚林遮一个台语的教会，因拢是长老教会，伫长老教会阮拢会读即个白话字啦，白话字就是教会罗马字，所以我对即个白话字是有一点仔迄个看有，一点仔看有，但是嘛有一点仔看无安尼，无讲足认真去学习。真正开始学习即个台语是其实是受到即个林医师、评价医师的影响啦。就是对即个2020年开始，阮的大汉的囡仔要满1岁时阵，我就看到讲林医师咧教伊的囡仔讲台语，我就感觉即件代志是真好，我就决定甲阮某讨论了，我就决定讲开始要来教囡仔讲台语。但是教囡仔讲台语，我家己袂晓讲啊，所以这是一个淡薄有困难的代志，所以迄当阵就要开始家己学习即个台语。我的学习方式是对迄个教育部的迄个罗马字甲汉字的词典来学习。我感觉即马有即个词典甲网络的一寡资源是真方便啦，所以其实学台语毋是真正是足困难的代志。我即马学3档搁咧继续学习安尼。所以即马我有2个囡仔，一个4岁，一个1岁半。我就是伫厝拢甲因讲台语安尼，所以应该算是一个2个台语囡仔的老爸。我本身的工课是伫即个婚林遮做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所以我平常对即个脑部啊、龙骨啊、神经是有一点仔了解啦。所以今仔会当为即个神经外科即个角度来甲大家分享我对即个脑部有一寡发现，搁有一寡研究的即个报告来甲大家分享参考安尼。最后则会当甲大家建议讲，阮要安怎来就是培养一个会当讲双语的囡仔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拄则浪费伤侪时间，所以即马我可能会淡薄仔讲较紧安尼。今仔日我想要讲的是这3个部分啦吼。第一个部分我会带大家来认识咱的脑，咱的脑有啥物，内底有啥物部位，有啥物特别的名，过来就是用一寡研究的报告来甲大家讨论这个语言对咱大脑发展的影响。第3个就是交互大家来分享讨论啦。大家若有意见，拢会当讨论，就是讲你的选择，你想要互囡仔讲台语，讲双语，你的选择是啥物？是台语、华语，还是华语英语，还是台语英语？这大家拢会当讨论。
一开始是我想要用一点仔时间来带大家来认识咱的脑，吼，这是阮的迄个学校的迄个册吼，甲伊 copy 过来，咱的脑吼，简单讲吼，这个部分吼叫做大脑，大脑，大脑有4个较大的分区，头前这个叫做血液。这第二台电脑迄个我的盐水字体无来遮安装，所以原本遮是有一个足好看的这个字体叫做盐水啦，但是我换一台电脑就无法度所以这白话这罗马字有一点仔走去，真可惜。那有需要迄个，这PPT PowerPoint 的这个档案吼，会当过来甲我摕。好，头前这叫做血液，较后壁这叫做顶液，顶液，后壁这叫做枕液，边仔两边的边仔较换耳孔遐叫做颞液。伫大脑的下骹中甲下骹后壁遮是叫做小脑，这个部位叫做小脑。小脑是甲阮的行路的这个动作的控制有关系。中这个叫做桥脑，下骹遮甲咱的迄个阿妈棍连做伙，这叫做延脑。这是阮脑部的一寡分区。伫脑部的内底有一个特别所在叫做脑室，那脑室内底是一种液体，一个水啦叫做脑脊髓液，脑脊髓液，这个脑脊髓液就是伫咱的这个空间叫做脑室，这个上大的这个空间叫做脑室，那阮伫病院定定会看到这种片这种图叫做电脑断层，电脑断层。电脑断层呢，伊就是脑部的检查定定会做的一个基本的检查，会当伫这个检查内底看到阮的大脑，佮有内底一条叫做脑室，我是安怎爱特别甲大家讲这个脑室咧，就是等下我会看到一寡无正常的脑室。伊甲这个正常的脑室无共款所以你即摆会当先记起来，就是这个正常的脑就是说安尼，就是说安尼，这拢是阮的神经，这拢是阮的神经，中这两条叫做脑室，脑室内底就是一个水叫做脑脊髓液。好，咱的脑这有一寡真特别的数字啦这嘛是人去研究，这毋是我有白讲的。首先大脑的外口这个部位叫做皮质，皮质，皮质内底有210亿到260亿的神经元，神经元就是咱讲一个细胞，神经细胞叫做神经元，过来就是小脑有1000亿的神经元，是足侪，这个神经元的数量是足侪。过来拄则咱讲到这个脑脊髓液，一般的人平均是有125毫升，逐工阮拢会脑部拢会家己生产，佮家己回收，逐工差不多会制造差不多500毫升，这个脑脊髓液呢，伊是为这个动脉，动脉血水流到这个脑室内底，变做一个清气的这个水这个清气的水呢，佫会继续流为遮流落来，流到这个脑部甲这个龙骨髓的外口，变做这叫做低度膜下腔，低度膜下腔，到这个水流到低度膜下腔，就保护咱的脑部莫受到迄个伤害，最后这个水佫流去这个静脉内底。好，
所以这是正常的脑啦吼。啊，我伫即个神经外科即做工课的时阵，我有发现到一寡代志吼，就是咱的脑部有分叫做 eloquent area 甲 non-eloquent area。吼 ，eloquent area， 阮就是讲即个脑部的功能吼真明显，吼，拢知影讲即个叫做啥物是啥物功能。啊，若是 non-eloquent area， 就是讲即个脑部是无啥物功能，吼。无啥物功能意思，就是讲你若为遮来甲伊开刀，吼，去甲一个瘤切掉，还是为遮来甲伊内底有啥物物件甲伊切掉，切掉了后，即个人清醒起来了后，感觉甲开刀前感觉无啥物差别，吼，规脏人的规脏拢好好，感觉无啥物影响，吼，啊，即种所在就叫做非功能区，吼 ，non-eloquent area， 吼，啊，所以。真正功能区其实无占足济，吼，咱讲上重要的就是这个运动区，运动区伫这个血液的这个后壁，吼，啊，过来就是这个体感觉区，就是这个顶叶的头前，吼，啊，过来就是后壁这个嘛是最重要的这个视觉区，吼，视觉，吼，伊是管阮目睭看物件的这个功能，吼，啊，过来有两个。语言区，吼，语言区后壁即个叫做 Wernicke's area， 嘿，伊是用来理解有理解功能的一个语言区。啊，伫头前有一个区叫做 Broca's area， 哦，啊，伊是管阮的表达，吼，啊，佮有内底甲运动有关系，有一个叫做基底核，好，但是阮有时啊会看到即种脑哦。阮有时会看到即种脑，即种脑就是啥物？这叫做低度膜胧肿，吼，低度膜胧肿。啊，这就是脑部内底有一个水，积水伫遮。但是这个人是细汉就有即种胧肿，啊，伫内底拢是水。但是这个人健康大汉去做工课，拢完全无镜头，定定小可一半摆啊会头疼安尼。吼，人讲话啥物？工作做工课拢无问题，这叫做低度膜胧肿。所以你会感觉讲，遮减一块神经啊，遮拢无神经，遮拢是水啊。啊，为什物这个人是甲看起来甲正常人拢无共款？吼，这其实是真趣味的代志。佫有一个佫较奇怪的，就是我有一摆伫婚龄遮看到一个迄个患者，伊的脑部的迄个检查做起来就是敢若安尼，吼，敢若安尼，这叫做脑室扩大，吼，脑室扩大。啊，若是长期性，为细汉时阵就开始的，叫做长期性的脑室扩大。啊，这脑室扩大嘛是共款哦，伊的神经变做薄薄一片，神经变做薄薄一片，吼，伊的神经比正常人佫较少。这拄则讲的这个脑室原本是一条线，伊变做一条敢若金蕉共款伫遮。哦，这嘛是，啊，这是一寡迄个论文啊、研究拢有报告过，这叫做这个 LOVA（Long-Standing Over-Ventriculomegaly in Adults）。哦，啊，这种脑部，你会感觉讲应该是倒咧眠床拢袂叮当吧？毋是，伊会当做工课，伊会当行来行去，伊会当甲你正常讲话，你外面拢看袂出来，伊甲别人有啥物无共款。所以阮看到即个脑，我就感觉就奇妙的啦，就是讲。为什么这个人的神经遐少？这个人的神经遐少，但是为什么伊的功能甲正常人拢无差咧？所以我去找到一个1980年的一个研究啊，一个论文啊，迄是 Science 的论文，哦，科学这本最有名的论文。伊讲 Is your brain really necessary？ 就是你的脑真正有存在必要吗？敢有？伊这个论文就讲一个教授伊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 IQ 是126，吼，啊，伊伫伊个数学的这个课得到一个头前的这个奖，吼，得奖，吼，但是伊有一间伊帮这个学生去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检查，断层的检查，伊就发现讲伊的脑就是生安尼，生敢若安尼，就是内底拢是水，啊，薄薄的神经。所以，伊根本伊感觉讲，伊根本就要
无迄个脑神经啊。哦，所以有人发现到即个代志，就是讲，其实人是需要，敢若需要即个步步的安尼一寡神经即个神经的即个组织，就会当甲正常人共款的生活。所以伊就科学家就提出即个问题，就是讲你的脑神经遐济，敢是所有的神经拢有必要？好，还有一个电影，毋知影大家有听过哦？2014年有一个电影叫做 Lucy。Lucy 讲 the average person use 10% of their brain capacity. Today she will hit 100%. 意思是讲，普通人你甲我，敢若脑部神经遐济，咱敢若用着10%的部分，啊，其他的90%可能拢无咧使用啦。哦，所以就是甲我拄则讲的迄个 non-eloquent area 共款，你甲迄个部位甲伊切掉，其实你切掉了，人甲切掉正正，其实可能感觉无差。所以有一寡脑神经可能是无用到的，这是我这段的这个 PPT 吼，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好，啊，结果伊用掉100%，变做发生一寡奇怪的代志，这有兴趣的人会当去看电影。哦，所以其实即马科学对咱的脑也毋是完全了解，吼。但是大家可能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毋是所有的神经元拢是共款重要，有一寡较重要的，有一寡可能无遐重要。哦，啊嘛有可能毋是所有的神经元拢有必要。哦，就是讲我拄则看过迄种脑色变则足大的，哦，啊神经剩一点仔，但是伊人走来走去，会当做工课，会当正常讲话，啊，甲别人看起来拢无共款。所以敢是阮设了安尼，遐济神经是毋是所有的神经拢有必要？哦，所以有一寡神经可能无也未发展出伊的功能。所以脑部内底可能有一寡功能也未发现的神经，也是根本就也未发展的神经伫咱的脑内底。哦，这拢是即马真济科学家搁咧研究的代志。啊，我头前这一段吼，就是要甲伊讲吼，阮的神经遐济，阮的脑遐大，但是有真济所在吼，区域拢是也未开发出来。哦，拢是点无咧做工课。好，啊，过来我想要用2篇这个论文来甲大家分享，语言对大脑发展的影响。好，第一篇是这个2008年，这个华裔的研究啦。哦，这个研究是一个张立军副教授啊，伊做的研究。哦，啊，伊的题目是这个华裔甲台语这个双语的儿童，伊的双语能力甲伊的智力、创造力，吼，这个关系。好，啊，我就是甲这个研究的一寡重点来甲大家分享。啊，首先伊提出一个临界点理论，吼。啊，伊的临界点理论是讲，若是讲这个囡仔，讲双语，会拄着2个坎站，吼。第一个坎站，若是已经通过啊，就是表示讲，这囡仔伊会当去超过这个双语能力无够所带来的这个无好的效果。啊，到第2个坎站的意思是讲，这个囡仔会当为这个双语的能力会当带来这个更较好的这个效果。吼，所以一开始是可能有一点仔较歹的效果，啊，过来就是会当超过这个较歹的效果，啊，到第2个坎站的时阵是会当到一个更较好的，吼，更较正面的这个效果。好啊，伊用一寡研究来证明伊的理论。哦，伊去找一个台南市的一个幼儿园甲国小2年的这个囡仔来做研究。哦啊，去帮因去做一寡测验。哦，去看讲伊的华语的能力、语言能力、甲台语的能力、甲智力、甲创造力的这个分数。来去研究讲伊的双语甲伊的这个能力的关系。
伊先互所有诶囡仔吼，拢去考即个华语甲台语，吼取就是摕即个中位数啊，中位数，吼甲伊诶能力分做3组，一个是双语优势组，一个是单语优势组，就是敢若其中一个语言是较好诶，吼若是2个语言拢表现无好，就叫做双语弱势组，所以甲所有囡仔考试了先分做这3组，分做这3组了，才开始去研究因诶个智力甲创造力。好，这3组伫即个伊个老爸即个教育程度是无差真济，吼，这是幼儿园的资料，这是2年的囡仔的资料，因的家庭的教育的程度是无啥物差别。好，结果做出来就是即个幼儿园组伊的智力即个表现，吼，伫双语优势的即组，有比单语优势的即组表现搁较好，嘛比双语弱势即组表现搁较好，有到迄个统计即个明显的差别，伫即个创造力的即个检验吼，嘛是讲有看到双语的囡仔有比单语的囡仔表现搁较好，嘛是有到即个统计的明显的程度，那做一个图就是安尼啦，就是讲即个囡仔是伫幼儿园内底伊若是双语囡仔，2个语言拢讲足好诶，就是华语甲台语拢讲遮好诶，伊会比敢若会当讲一个语言诶囡仔，即个伫智力诶表现甲创造力诶表现拢有较好安尼，拢这2组拢是比双语诶弱势囡仔表现搁较好。但是到2年的时阵即个差别就感觉无遐明显，就是双语甲单语的囡仔，伊的智力甲创造力的表现，就无甲幼儿园的迄组共款有足明显的迄个差别，所以阮会看到即个图就是双语甲单语伊的智力，甲创造力，是无讲有真济差别，但是拢比即个双语弱势的即组搁较好，即个研究者伊有对即个现象提出一个伊的想法啦，伊是讲有可能是即个双语的即个好处伫幼儿园的时阵较明显，第二个有可能是即个检验无法度真正分开即个2年的囡仔伊的语言的程度，意思是讲迄个考台语的甲考华语的迄个考试是伤简单啦，所以变做讲有一寡其实是单语优势的囡仔会被互伊分到迄个双语优势迄组。因为伊的考试无够困难，所以变做讲伊讲一个语言，但是考袂出来迄个差别，所以变做讲其实伊毋是真正双语的优势的囡仔，但是伊被互人分去迄个双语优势迄组，所以变做做出来就是变做2组就无差，所以有可能是迄个检验无法度完全甲伊分开，第二个就是统计顶面的一个误差，好，错误。所以这是一个讨论啦，但是阮有看到就是讲，伫幼儿园的囡仔内底，即个双语的程度愈悬，伊的智力甲创造力的表现是愈好。即个差别伫男性甲女性分开即个无共的性别是无差，过来就是大汉的囡仔，就是2年的囡仔会比幼儿园的囡仔。即个智力的表现搁较好，但是伫创造力的表现，即个幼儿园的囡仔会比2年的囡仔搁较好，这是即个研究的结论。伊的建议就是讲，迄当阵2008年甲即马嘛是差不多啊，就是台湾幼儿园常常有迄种
教英语的迄种幼儿园啦，吼，双语班。双语班当然就是教英语嘛。哦啊，但是伊即个研究者认为讲，其实用即个方式来讲吼，爱互囡仔得到即个双语，其实毋是足简单的代志啦。哦，啊反过来讲，其实咱母语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是比英语搁较好。哦，因为咱伫厝若是爸母会当讲会当讲台语，会当讲母语啦吼。其实是你互囡仔伫母语的即个环境是比伫学校的讲英语的即个环境搁较好。哦，因为生活中拄着所有的代志拢会当用嘛，拢会当讲嘛。哦，所以你若是想要互囡仔得到即个双语的即个优势，可能母语是比英语搁较好的选择。哦，这是即个研究者最后的即个结论。好，啊，另外一篇是较新的，是2020年伫迄个英国的研究。哦，这个研究嘛是真有名。哦，这个研究叫做 The Effect of Bilingualism on Brain Development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Young Adulthood， 就是囡仔甲即个少年人对伊个双语对伊个脑部发展的研究。哦，啊，这是发表在即个伫即个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即个即个期刊吼。好啊，伊是一个足大的即个研究哦，伊有一个迄个资料库吼，啊，伊资料库有1400外的即个资料，一个影像的资料。吼啊，伊的迄个研究对象是双语甲单语的即个囡仔甲少年人，为3岁到21岁即寡少年人甲囡仔呢。哦，啊，我简单讲伊的研究的结果甲伊的发现啦吼。即个图是讲伫脑部所有的分区当中吼，双语有造成比单语有对伊的脑部的即个培植有正面的影响的即个图的部位，吼，哦，这个分区这就是咱的拄则讲的，拄则看到迄个血液、顶叶，啊，这个是迄个枕叶，这个是颞叶，所以这就是讲，这14个这个培植区拢是双语拢有比单语带来一寡好处啦。哦，啊，这个好处伊去研究三个即个数字，一个叫做培植的高度，吼，啊，一个是培植的体积，啊，一个是培植的表面积，吼 ，cortical thickness and cortical volume and cortical surface area。吼，啊，这个是培植高度，吼，培植高度就是讲，咱培植其实拢是神经元。大脑的培植拢是神经元，啊，培植高度表示讲就是阮的培植的神经元有较济，若是高度有较高，伊可能就是表示讲神经元较济，啊嘛是可能表示伊的发展是会较好。吼，啊，即个刚刚会当，敢若就是讲去去研究伊的培植的高度，啊，发现即个区吼，若是较换红色，吼，较深的即个色就是。伊的高度愈高，这是甲单语的受试者来比较吼，就是即个讲双语的甲单语的来比较，啊，若是即个数字较悬，吼，就是较红的所在，就是伊的高度愈高，吼，比另外一组较高，吼，所以即个分区，吼，即个阮咱的顶叶，简单讲咱的血叶、顶叶，吼，佮有枕叶，遮佮有颞叶的下骹，拢是有。高度是有较高的，吼啊，这个数字就是，这个图就是甲你讲吼，这个bilingual就是双语吼，monolingual 哪些就是单语，啊，咱会当看会到就是这个培植的高度 cortical thickness， 伫这个红色的线甲这个蓝色的线的差别，吼，红色的线甲蓝色的线的差别，吼啊，这个环的是这个年纪，就是5岁啊，3岁到21岁，所以我会当看到讲红色的线。
比哪些线较悬，吼，意思就是讲双语的这个脑，伊的配置的高度是较高，吼，啊，这伫4个分区，拢是安尼，吼，这是一个协议的这个分区，吼，所以伊有真侪即种图啦，但是我敢若囥一个啦，吼，啊，若有兴趣的，当去查迄个原本的论文，吼，啊，第二个是培植的体积，体积，这部分伫协议，吼，协议内底，吼，啊，佮有顶页的头前，这个双语的受试者拢有比单语的人，这个培植的体积有较悬。吼，啊，最后是这个配置的表面积，啊，这个表面积嘛，认为讲甲这个神经元的这个发展有关系咯。吼，啊是伫即块是有双语有比这个单语的受试者有较济，这个表面积有较济，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双语的伊的神经元的这个数量。吼，甲伊个配置的高度，是真正是有比即个，敢若讲一种语言单语的一寡囡仔甲即个少年人，伊个脑部的即个状况是无共款的。啊，这嘛是一个最近一个较大的即种较大的正式的即种研究来甲咱讲即个代志啦。吼，啊，但是伊个双语吼，其实就是英语甲其他语言安尼。吼，伊是用英语甲其他语言，啊，另外一个就是简单英语单语，安尼两组受试者来比较安尼。好，所以伊个结论啦吼，这个结论我是先打英文伫遮，啊，我简单讲啦吼，就是甲单语的受试者来比吼，双语的受试者，若是双语的囡仔啦吼，伊会发现讲伊有较侪即个叫做回积，吼，回积就是回积其实就是培积啦，就是阮的脑部表面一寡神经元的所在叫做回积，吼啊，回积较侪意思就是讲，伊伫成长的过程当中，伊的迄个损失会较慢啦，吼，其实我会当看即个图，就是随年纪吼愈来愈大吼，阮的培积的高度是愈来愈减少的，吼，愈来愈减少。但是即个红色就是双语的人，伊的减少的程度比单语的囡仔的程度较慢。吼，所以伊的培积的即个减少的速度较慢。好，啊，伫即个协议甲顶页即两页，吼，主要是伊个有差别的所在。吼，过来就是伊有较悬的即个培积，吼，的即个发展，吼，的程度，吼，因为培积是咱伫发展的时阵，伊个即个神经甲神经的连接会愈来愈悬，吼，所以伊有发现讲双语伊个培积的连接，吼，伫即个少年人顶悬，吼，有比单语的囡仔少年人有较侪连接，吼，这是培积，吼，所以这个结论，伊个研究者的结论就是讲，这是发现讲伫双语的少年人，吼，还是大人吼，双语甲单语的即个人，伊的脑部的即个结构是真正是有无共款的，哦，这就是2020年即个研究的结论。好，啊，所以我其实今仔日就是分享到遮啦，吼，啊，最后我想要甲大家讨论，就是阮若是要教囡仔讲双语，啊，到底是啥物选择较好啦，吼，因为即马你去外口看，大家所有的人拢是讲伫厝伫厝讲华语嘛，吼，啊，送囡仔去幼儿园讲啥物讲英语嘛，嘿啊，啊是去送互去啥物迄英语的班去讲英语，吼，啊，但是你除非讲你的幼儿园会当为早起8点开始讲英语，讲到下晡4点，无可能囡仔就是讲1点钟的英语，还是2点钟的英语尔，上济一工1点钟，啊，佮转来就是可能就是华语
华语讲6、7点钟，吼，所以可能90%拢是华语，啊10%至20%是英语。吼，安尼其实迄个两种语言的即个时间是差真济咯。吼，那阮兜的状况是，伫厝是讲台语，吼，所以差不多囡仔一工有5、6点钟是完全是讲台语。吼，啊，伫学校即马无法度选择，伫学校敢若会当讲台语。当然老师嘛会是有时会嘛是会当教囡仔讲台语，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囡仔伫学校拢是听华语。哦，所以变做是一个台语甲华语的一个双语的囡仔，啊，差不多两个时间差不多是7、8点钟，甲台语的5、6点钟安尼。但是若是拜六礼拜就是24点钟，24点钟的台语安尼。哦，啊嘛有人是选择一个台语甲英语啦，哦，就是就是家己带啦，家己带啊，就是用台语甲英语来教囡仔，啊嘛是有人送去就是特别英语的学校，啊伫厝讲台语啊去学校讲英语，啊嘛有真侪人是住伫美国啊，住伫国外就是去学校是讲英语，啊伫厝是讲台语安尼，吼，啊其实我是感觉拢无啥物对还是毋对啦，吼，啊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讲。即个两种语言的即个时间应该是爱差不多啦。哦，你若是讲英语一工讲1点钟，还是讲一礼拜讲1点钟，可能这无法度有迄个双语的效果。所以这部分就是互大家来分享啦。吼啊，我嘛是讲鼓励大家讲会当伫厝甲囡仔讲台语，啊，伊伫社会听到足侪华语。啊，伊就自然就得到这个双语的好处。啊，伊到国小的时阵，佫会得到变做3语的这个好处，吼，因为学校国小会学英语嘛，变做到时台语、华语、英语变做3种语言咯，吼，所以今仔日就是用一寡研究来甲大家分享，阮的这个脑部吼，受到这个语言的影响，伊的表现、智力甲创造力的表现，甲伊的脑部。大汉以后，伊的配置，伊的即个变化，哦，啊，互大家来参考安尼。好，啊，我今日分享是就到遮。啊，真多谢柯医师的分享，啊，今日咧讲双语囡仔大脑发展啊，请问在座的各位啊，听了敢有啥物问题？即摆想要问的无？我看一下哦，这敢是野手？Candy。我想要问问题。好啊，请问。我安尼讲会使吼？会使，我有听到。我想要问柯医师讲，伊迄双语的研究是囡仔的头脑的发展是几岁进前有效？就是讲是学龄前，还是讲0岁到12岁？就是讲伊的迄头壳的迄灰质层会变高，灰质层会变高是几岁进前？就是双语对伊的大脑发展上有效安尼。我想要问几岁安尼？多谢。好，多谢。这个图吼，会当先甲大家参考。其实这个时间吼是，伊的研究是一个为3岁到21岁的研究啦。吼，所以这个研究者无特别讲是几岁进前开始较有效安尼。吼啊，但是我会当看到讲这个效果吼，是到伊大汉到10岁以上、15岁以上，这个影响佫拢有伫咧。吼，就是这个红线甲蓝线的差别，吼，到伊大汉拢有差别。吼，啊，无共区有无共的状况啊，大脑的无共的区域有无共的状况。啊，佫来迄个咱家己台南的迄个台南大学即个研究者，张教授吼，伊做的即个研究是有发现讲，伫幼稚园即个囡仔，伊个差别是比2年的囡仔差别较济咯。
吼，就是二年的囡仔，伊的双语甲单语差别无遐济啊，伫幼儿园伊的双语甲单语差别较济。哦，所以我想为幼儿园开始应该是就有差别啦。好，啊，阁有人有问题无？好，我嘛分享一下啦，就是讲，柯医师拄则讲的啊，就是讲双语的好处。啊，其实咱的环境啦，虽然讲足侪人会想要送囡仔去学，就是伊本身讲华语的，佫会想要去学英语。毋过其实伫咱的社会啊，你真是要做双语，其实毋是遮尔简单的，因为遮个双语的意思，应该就是你爱有法度用即种语来生活，你毋是干那会晓即种语尔，你是爱用即种语做所有代志，所以这时间就是拢爱足长的才有法度。啊，其实讲实在，伫咱的社会啊，你甲囡仔讲台语，比甲囡仔讲英语是较简单啦。至少我家己是安尼感觉啦，因为咱的社会还佫有一寡台语的底子，你有法度啥物物件，虽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拍拼，啊，毋过你还是有法度。就是用台语来做，啊，毋过你若是爱甲规个社会拢改做是用英语的，这是足困难的代志。这嘛是为虾米咱即嘛是自国小以前，阮是自国中开始学英语，啊，毋过讲到呾，要是无法度甲英语诚做若像母语共款。你拄着外国人的时阵，虽然有法度沟通，啊，毋过讲起来还是无另外一种语来遮尔自然，就是敢若会当沟通尔，但是无法度真正做一种母语。好，啊，那即马大家无问题啊，时间嘛差不多啊，今日会议今日演讲就到遮，吼，啊，真多谢柯医师的分享，多谢贤家，多谢大家。